九龍城寨由小說版開始去到漫畫版，再拍成電影版，個古仔究竟係點誕生嘅呢？大家好，我哋一個覺得自己講緊電影嘅 channel。如果中意我哋嘅片，記得 comment、like and share 啦，同埋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撳埋隔籬個鐘仔，咁一有新片就即刻通知你啦。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係改編自資深漫畫編劇家余兒創作，以九龍城寨為題材嘅小說。佢嘅靈感又係嚟自邊度嘅呢？講之前就大概講下城寨段歷史先啦。英國管治香港嘅初期，發現香港嘅海域度有好嚴重嘅走私同海盜問題。喺英國嘅壓力下，當時嘅清政府就派咗個巡察官員駐守九龍寨呢笪地方啦，去打擊啲走私同海盜嘅活動。清政府亦都喺1847年建成咗九龍寨城。之後到咗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即係英國同清政府傾要租借新界99年嘅條約嗰陣，當時嘅清政府成功爭取到保留九龍寨城嘅管轄權，用嚟俾清政府嘅官員辦公，即係類似用嚟做而家嘅領事館咁上下啦。就係咁，九龍寨城就成為咗笪喺英治香港嘅範圍入面，港英政府冇管轄權嘅地方啦。之後經過中國政權嘅更替，個管轄權又變得越嚟越模糊啦。差唔多成個20世紀啊，九龍寨城就成為咗個港英政府唔管得，英國政府又唔想管，中國政府又管唔到，總之就龍蛇混雜、黃賭毒乜都齊嘅三不管地帶啦。而喺戰後，因為寨城周邊嘅地方被劃入咗去九龍城嘅發展區，所以九龍寨城呢個名慢慢就俾九龍城嘅居民叫咗做九龍城寨啦。呢一笪曾經係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嘅罪惡溫床，喺外國人眼中其實係一笪充滿生命力嘅地方，而入面自成一角嘅生活方式亦產生咗一種獨有嘅東方神秘感同美學，甚至比起迪士尼更加有特色啊，更加切合外國人眼中香港嘅形象。所以唔少外國嘅電影都揾九龍城寨嚟取材噶。而作者余兒見到外國人咁中意九龍城寨呢個地方，偏偏香港就好少針對城寨呢個地方嚟創作古仔，所以就靈機一觸咁創作咗一本以城寨為核心嘅幫派小說啦。九龍城寨本小說一共有3冊，之後漫畫家司徒劍橋亦都將小說改編成漫畫。本漫畫更加榮獲第7屆日本國際漫畫賞。咁都未算勁啊！連 TVB 都疑似參考過九龍城寨嘅古仔，拍咗套叫《城寨英雄》嘅電視劇添。你冇睇過？都未必係損失嚟嘅。至於今次嘅電影版係由新鮮出爐嘅金像導演鄭保瑞執導，以佢拍智齒同命案出到嚟嘅質感，要重現翻九龍城寨舊有嘅味道，對佢都幾有信心啊！而電影嘅古仔就以第1冊作為藍本，第1冊嘅漫畫古仔就係講陳樂君本來係幫會暴力團大老闆最器重嘅門生，但有一日忽然俾大老闆逐出咗幫會，仲向佢下咗道江湖追殺令啊！陳樂君喺逃亡期間又俾大老闆派嚟嘅高手黃九打到重傷，走投無路之下就唯有走入九龍城寨呢笪大老闆都唔敢入去嘅地方避一避啦。點解大老闆唔敢入去？因為入面有一個連佢都怕嘅人咯，就係憑一對鐵拳創立咗龍城幫嘅龍捲風啦。陳樂君入到城寨就梗係想揾龍捲風拜個師啦，但係想揾嗰陣又揾佢唔到，唯有打住黑市拳維生先啦。打打下又不打不相識咁識咗2個兄弟叫信一同 AV， 又咁啱得咁巧俾佢遇翻個初戀情人南南，咁都不特止啊，仲俾佢識埋個隱世高手阿柒，即係之前打到佢重傷嘅黃九嘅師兄。原本以為 friend 又夠女又有，仲有個高手傍身可以安樂啦，點知大老闆一直都冇放過陳樂君，佢怕陳樂君終有一日會揾自己報仇。而自己個女喵喵又好似好中意陳樂君咁，所以就更加想殺咗佢，等個女死心啦。有一晚，阿喵喵走咗入城寨揾陳樂君，大老闆以為陳樂君捉咗自己個女，所以就發晒癲咁大軍壓境圍攻九龍城寨，實要鏟除陳樂君啦。漫畫版嘅古仔就大概係咁，而電影版嘅古仔又冇改動呢？又改成點呢？依樣就留俾大家自己入場睇啦。最後就講下電影版嘅選角啦。龍捲風呢個咁有型嘅角色，梗係由古天樂去飾演啦。陳樂君嘅角色就由林峰飾演。
洪金寶就飾演一個有頭髮嘅大老闆，陳樂君嘅兄弟信一同 AV， 即係戲入面叫四仔嗰個角色，就分別由劉俊謙同張文傑飾演。龍捲風嘅蕭王子兄弟兼龍城幫元老狄秋就由任賢齊飾演。黃德斌就飾演駕駛堂嘅話事人 Tiger 叔，而佢嘅心腹曾經喺江湖追殺令到救過陳樂君嘅十二少就係由胡子彤飾演。之前打到陳樂君重傷嘅黃狗就係由伍允龍飾演。好啦，今次就講住咁多先啦，到套戲正式上畫嗰陣再同大家講下套戲啊！如果你哋中意我哋條片，記得 comment、like and share 啊，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嚟緊會有更加多關於電影嘅片。好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